大家好啊，我係 MBB 啊。今日咧，我哋講講個中國嘅大戰略第八集，關於中美軍事個較量嚇。早排咧就係好多人咧議論紛紛話委內瑞拉啊都點解中國又唔派啲兵去保護啊？個總統都俾人捉埋啊！好似唔係好掂喎，好懦弱咁啊！咁你又錯喎嚇。中國咧講明係大戰略，就係話你要謀定而做啲嘢，唔係靠匹夫之勇啊！我哋喺第一、第二島鏈基本上咧就係美軍咧都唔敢打中國㗎，佢入嚟打咧就一定係贏佢，因為點解有長程嘅超高超音速打佢啲航母嚇？美軍最犀利係乜嘢啊？因為佢有航母，有個 B2轟炸機、隱形轟炸機有 F22嚇。如果你喺佢個門口打，咁中國輸緊啊！點解要送俾佢嚟贏咧？係咪啊？呢啲係叫匹夫之勇，唔係請一時用啊！因為中美個較量係好多方面經濟科技軍事咧係最尾㗎嚇。呢個咧就冇10至20年啦，你分唔出真正嘅贏家㗎。因為你諗下美國嘅超強嘅個國家嚟嘅，佢嗰個經濟個 GDP 又高過中國個軍事有幾多嗰啲軍營喺800個軍營喺全世界度，中國有幾多啦？幾個都數要五隻手指數晒嚇，都可能都冇。點可以同佢比啊？咁佢係有一個戰略嘅投送，將啲武器係好遠程咁投送，係全世界得美國可以做到嘅，中國都做唔到。但係咧就唔使驚佢喎，中國就未必話即係話下下都要驚住佢咁樣啊。因為點解咧？秦朝崛起要需要好都幾代人先至真正滅咗六國㗎，係咪？咁而家嗰個秦朝崛起嗰陣時候要打低個魏國都要一段時間啊嘛，最終都係打贏咗魏國啊。同埋咧，你要講謀略㗎嘛，唔係要請英雄嚇。秦朝都有一個叫做遠交近攻啊，呢啲就係話我唔請一時英雄咯，我用戰略去贏個對手而家中國個勢頭咁好，經濟就由嗰個貿易嘅盈餘有成12000幾億美元而家韌腳慢慢去同嗰個美軍嚟鬥。而家佢好似好多人都講話，哇！美國嗰啲B2 F22嗰啲好犀利喎，炸伊朗真係好似人無人之境咁樣啊！咁你打嗰啲打冇乜力量還手嗰啲，咁美國梗係叻啦，係咪？你諗下，佢雖然喺委內瑞拉嗰度都有中國嗰啲雷達咁好多人講話，嘿咁鬼渣㗎啲雷達咧，俾人哋打冧晒，咁好似唔掂喎。中國啲軍事你咁樣諗就錯啦因為一個中國同美國對咧，真係軍事打咧係系統對系統，唔係一件武器嘅單打獨鬥啊！你委內瑞拉有咩辦法啊？你面對一個全世界最強嘅軍隊，你有乜法子？你唔俾美軍打冧晒嗰啲防空嗰啲設備啊？我就算俾你捧多幾件好靚嘅中國嘅嗰啲雷達都冇用你又冇個系統去同美國去鬥，嗰啲雷達要周圍移動㗎嘛，係咪先？你有多啲你喺嗰度成日都射上去去偵測人哋。美軍咧一知道你喺嗰笪地方，一個飛彈過去你就搞掂你啦，係咪先？中國嗰啲唔同喎，如果系統識打，我個國土咁大我啲雷達我嗰啲武器我可以周圍移動個機動，你揾我唔到咁即係要咁樣咯，又靠啲衛星咁唔係靠一兩件武器喎。咁就算你睇下佢 B2嚟到，咁通常一出動咧，去轟炸咧會有啲 F22成咁。咁上兩集我講過，中國都已經有個量子雷達咧，係可以咧係透過嗰個 quantum entanglement 嗰個量子嘅糾纏咁樣可以咧發現到佢嘅，好遠都
咁啊，你睇翻前兩集咁就算佢嚟到嗰度，你睇中國其實咧喺十幾年前2010年我已經睇到有啲美國嘅報告話，中國嗰啲飛機嗰啲雷達咧係探測係遠過美國㗎同埋啲防空咧都係令到中國好頭痛即係話嗰啲紅旗9B紅旗9A嗰啲防空導彈咧，佢即係美國冇嘢㗎，佢最叻嘅咧就係開嗰啲航母去嚟到你家門口度，跟住攞飛機去轟炸你，咁佢又係隱形嘅。咁而家中國係有啲長程高超音速打航母嘅，我打咗你我2000公里你未入嚟嗰個中國個國土2000公里，我已經砌低你啦。你啲飛機你飛咗2000公里跌落海啦即係中國咧就係會用呢啲咁嘅用個不對稱嘅戰爭方法咧嚟同美國較量過咁如果你叫中國咁派隻航母過去委內瑞拉同佢打，咁梗係一定輸梗啦，係咪先？佢喺住佢屋企個門口打但係你如果掉翻轉頭，佢又亦都唔敢美國嚟中國個家門口度打啫如果台灣嗰度打佢一定輸㗎，所以中國咧而家咧就係慢慢熬死佢等於即係漢朝嘅打匈奴呢一樣啫嘛，匈奴幾強大有個但係咧漢朝漢武帝咁有個經濟喺後邊支撐住咁拖咁20-30年咁拖死咗匈奴啦，咁直頭咧徹底咗解決咗打到佢哋咧就冇停頭走咗都唔敢翻嚟啦，去咗東歐嗰邊啦咁其實咧中國咧係好多方法咧係同美國係較量過不過佢咧係未到最後尾一刻，佢唔需要咁樣做係嘛？佢時間要係喺中國嗰度，只要個時間一長咧，自然就贏咗美國。而家反而美國係急喎。你喺好多人講喺度，哇！你又有咁多裝備點解又唔同佢練過咁冇需要嘅，即係你睇中國好多嘢咧，佢準備定我睇你咧敢唔敢喐手，因為點解呢個咁嘅較量邊個喐手先就邊個輸因為點解咧？你喐手先嗰個，你有戰爭目的喎，你個喐手先即係話你要打贏我，咁你打唔贏我，你個戰爭目標咪冇咗，咁就你輸咯，係咪？係咪咁即係要有咁嘅定力中國你睇之前咧中國咪放咗一個氣球過去美國嘅，咁咧其實呢個咧亦都係試探下美國嗰個 F-22到底可以飛到幾高俾中國知道佢啦，最多18000米高佢打嗰個氣球嗰陣時候咧，仲要係俯衝咁樣向上，嗰支導彈先打到上去，咁俾中國咧就係 check 到佢啦。咁即刻咧就出咗嗰隻J36殲36嗰隻飛機嗰隻飛機係專門嚟打嗰個 F-22嘅，因為點解咧？佢飛得高嘛，佢有3個引擎中間個引擎仲要係咧係啲高超音速，去過3至5個馬克同埋咧佢飛到咧差唔多有4萬米咁高即係總之喺個 F-22之上咁即係話佢係降維咁打個 F-22嘅。咁自從出咗呢個飛機咧，基本上咧嗰啲 F-22 B2都冇運行啦，我覺得你諗下佢嗰個殲36中間嗰個引擎可以裝個火箭引擎喎，火箭引擎直頭飛到仲高添，可以飛到或者40至100公里個天空度咁高。你普通個飛機都飛到20公里咁最高㗎啦。我喺咁高嗰度我又係隱形添。你嗰啲就算美國嗰啲防空導彈嗰啲個 SM6嘅嗰啲火箭都打唔到咁高去到最多係35000米咁都到唔到咁所以呢隻
呢個殲36咧，就係嗰個作戰徑半徑咧有到3000公里啊，一個非常犀利嘅武器嘅。咁而家咧出咗啦，咁但係喺中國咧就未講係已經係入列嚇，咁仲測試緊，咁而家一路睇一路改啦，修改啦，睇美國有咩新嘢出嚟咯。咁你睇到呢個殲36 6代機喎，你 F-22嗰個等於5代機，高佢1代咯喎，即係降維去打嘅。咁啊，仲有中國有一個叫明笛啦，MD19，一個 MD22，嗰個直頭係飛到去可以飛8000至1萬公里，係用個火箭引擎嘅。咁由高超音速去到7馬赫可以直頭咧打到去美國個本土㗎，嗰啲飛機佢叫就叫飛機，但係咧裏邊咧裝咗嗰啲彈藥就變咗係個飛彈啊嘛，係嘛？咁仲要飛到咁遠，跟住自己飛翻嚟降落個機場度添喎，係一個無人作戰飛彈嚟嘅喎，半飛彈半飛機嗱，呢個又係咧仲研究緊喺度呢隻嘢，咁咧就分分鐘如果入列咗，你都唔知中國收埋好多嘢㗎。咁其實你睇到即係話中國好多手段對美國㗎。咁中國之前最驚嘅咧就話，哇佢會唔會搞亂咗個航運啊？你知中國最犀利係嗰個經濟咧個支柱咧就係話佢出口啊嘛。咁多嗰啲貨運船啊、貨輪船喺出邊走，咁用乜嘢就下就俾美國貼住啊？咁又要威脅住啊？咁呢個中國咧就見到美國之前咧扣留咗中國咁2、3支船係嗰啲運油嘅喺委內瑞拉，咁咧中國即刻咧就係顯示俾佢睇，就係一個導彈貨輪船，咁即係話個貨輪船嗰啲貨櫃咧可以一打開就裏邊咧有好多啲防空導彈啊，用啲打航空母艦嘅嗰啲飛彈啊，或者打船嘅飛彈啊、導彈船嘅飛彈啊。咁仲有一啲電磁彈射嘅無人機都可以喺嗰個貨輪船嗰度彈起上嚟嚇。咁你睇到中國有3000幾艘嗰啲咁嘅貨輪船，你諗下，等於半航母或者一半嘅導彈船3000架。咁睇咗，咁我見到即係 show 咗呢樣嘢出嚟，我覺得中國根本就冇得輸嘅，即係佢唔需要同美國打，即係最後攤牌。即係如果美國真係逼到佢埋牆，逼到中國你出手啦，出手，中國都有晒呢啲咁嘅裝備喺度對付佢，即係立於不敗之地咯，係嘛？我就算你打唔贏我，你已經冇晒面啦，中國呢個美國係咪先？如果你喐手先嘅，我相信話邊個喐手先就邊個輸啦。呢場中美嘅軍事較量好啦，講住咁多先啦，下集再講其他嗰啲個軍事嘅嘢嚇。